你在北面吗？那我家后院。啊？我在我家后院。我说你在北面吗？我家后院。你可能听不懂。大哥，我没在。我说你在北面吗？北面。这是我家的院子。院子。小鸡大哥，我说你在北面吗？还是在家？还是在？我说这是我家的院子后院。外国人的后院叫什么？后院。我说在北。我家的后院。后院。后院什么东西啊？就是院子。我家的后院。我没问你啊，对，我没问你远不远。啊，我说你在北面吗？我知道怎么说了，这是我家的后花园，我家里的后花园。你讲，我说你在不在北面？欢迎我纸包鱼哥。你能听得懂人话吗？这是我家的后花园，我家里。这外国人这听不懂啊。我家的后院，我家的大院。哎，我说你在北国吗？我说你在北国吗？我说你在北面吗？北面吗？我在我家后院子里面，我搁俺家后院子里头了，后院的，关键了后花园我家的后花园，听懂了吗？你说你在后花园还是北花园？我家的后北面还是家里？我家里的后花园。哎，好讨厌！这不听不懂我说话啊？北面。啊。后花园。俺妈讲能远，我说讲大哥。我家后花园。我家的后院。啊？北面吗？北面。家里后花园。哎，给我飞一下，求求你们了！就是我家里的后花园，花，会不会？会啦什么意思啊？会啦。拼音。会啦什么意思啊？啊我鹅，一无语，婆婆摩诃，哥哥呵，鸡七十，支吃十。啊，我在我家后花园。那你后面为什么有是啊？对啊。我家大，我有猫咪。那个叫模拟不是猫咪。我不会英语。猫咪，我有猫咪。啊，猫咪富二代。你在户外吗？我在家。后花园。我说你在户外直播吗？我在我家里后花园。我搁俺家里后花园直播呢。我要疯了啊！你听不懂中国话呀？啊，那你听不懂我说中国话？现在我说你在北面直播还是家里直播？我在家里后花园。为什么那就后面有车？我家大。老妹。这听不懂。抖音。